吸收。銅壺、瓷碗、手寫招牌，係好多人印象中嘅涼茶鋪，亦係香港獨特嘅人文風景。涼茶發源於嶺南民間，係以中醫藥理論為本，用中草藥烹煮成嘅飲料，有清熱解毒、瀉火除濕等功效，蘊藏防病保健嘅生活智慧。涼茶文化喺香港已經有100年歷史。喺西醫未普及嘅時候，涼茶係大眾防治疾病嘅重要手段。常見嘅有24味、五花茶等等。老字號涼茶鋪更加有家傳秘方，功效各有不同。2006年，涼茶被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。香港現有超過300間涼茶鋪或售賣涼茶嘅食肆、藥店，有涼茶鋪推陳出新，兼售養生小食。亦有企業將涼茶濃縮成沖劑，推出罐裝、樽裝涼茶飲品，銷售點遍及港鐵沿線、超市同便利店，承載傳統養生智慧，融入都市生活，讓涼茶文化繼續傳承發揚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